看戏、说戏、学戏，新期戏曲广播会，周周有戏。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现场观众朋友们，各位平台老听客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上海电台戏剧曲广播主持人肖亚，我是上海东方电视台戏剧频道节目主持人方飞，大家好。我是平台演员范林月，大家好。今天登场的呢，不是大家通常熟悉的老名角艺术家，而是评弹界的青年明星新秀。对，伊拉是我们平台的希望，平台的未来。我们在这个听众们都晓得，前天我们上海举行了江浙沪青年平台演员金榜大奖赛。对，是的。那么在这两省一市的许多的优秀评弹演员当中呢，在这次比赛中啊，他们是脱颖而出，各显其能。那么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评弹界真的是薪火相传的一种可喜的局面。那么今天呢，部分的获奖演员呢再次聚首到上海。那么在这个火热的奥运日里，用无能软语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艺术感受。两位，是的，听戏，我到门上多看，听戏，你包括我们在座的听众们是最欢喜听罗丽中的戏。那我代表方飞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好不好？我想啊，大家最喜欢通常的都是那些戏剧矛盾和人物转折的那些精彩的章回。对，应该不错。用我们平台有个行话来讲，就叫关子戏啊。关子书，关子是不是卖关子的关子啊？算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关子戏啊，我们平台演员呢也叫肉头戏。很厚的。这个肉头戏呢，一般就是戏当中各自存在矛盾比较冲突激烈的地方。戏发展到一定的高潮。所以，譬如讲啊，杨乃武三八菜当中美食香味啊，恶不当卫生啊，肉身定当中的欧当牛羊，厅当特子啊，三菜当中唐伯虎点秋香，就这个一类的戏。也就是一出戏当中的重头戏。对的。那么因为个关子戏啊，情节比较紧张，比较好听。是平台演员呢，为了努力单独切出来，这回事单独为大家演出。我知道了，就跟我们平时看的那个折子戏专场一样，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意思。是折子戏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个第一档节目，第一位戏就是关子戏。是上片台是神台子当中的片头，叫上岗得子。是的，那么表演者呢，是我们上海评弹团非常优秀的两位演员陆家伟和朱琳。今朝8月中秋。那让真港金山家务上港边浪定下2只锅肉18只土肉，中场里点的灯烛辉煌，当中坐下一位王爷。那么各位王爷啥等样人？提起此人来得多了。走廊下随着阴烈里马跳为梁，上与称后代叫上鳌上不动。国风到开平王可以说富贵商人，但是美中不足。今年6日6岁5不显奴。这个一次奉旨出进举子，出来2个多月，分口中1个显奴。而且今这8月中秋，家家都有手上5不儿子。嘿，巧在，谁那个些灯光，只听见救命！来了我歪了，当时上岗里向与讲到气啊，那么呢，御命是嘿来扎说去杀来是啪啪，两高的到脑袋一口，根本不讲到枪，上岗里向飘的那个小奴呀，有劲度小奴举起来，这一让特西让我让起一口。哟，漂亮！比你金榜大赛第1名的王海还要漂亮。不要啥，为你今朝到王爷与有文家，拿着2高的高高兴兴打过来。这恭喜王爷，长江之中飘来一个小孩，高叫救命！什么的？笨到了像女子呀！杀上头的上岗里飘的那个小奴，为天师起令，不晓得一开心声闻忘记他，来快快有请炸
也喝个嘞，当王爷请个小奴啊，写得高兴了还。哎，小孩听了，王爷有请。是，来了。虽然小奴人分进来，但是姥姥一听个声音，这个小奴我哑了，做啥声音好听？现在两只眼睛喜人不知了嘿，看。姑姑，听见是王爷与亲们精神一振，眼睛过来，门里咣一响，大大里下都为里方不为看为里不对了呀。进来个小奴，姥姥眼睛门里闪一亮的嘞。哦哟，这个小奴都为了小房屋，看为了小不对，哎嗨，有趣呀！姑姑在居中一忙呢，哎，手下一个奶奶，身浪大背看得出个王爷已经添上一步。啊，王爷7岁山上，乃东看见王爷7岁，不顾少礼。都是王爷7岁，立起身来们不必一礼。这个小奴立想也好，不晓得手想啊。啊，姑姑是帮着手想。哟，王爷7岁山上，那与乃东的所为哟。哎，与娃上台，哪与不受之理？哎，谁知乃东高手，那么眼睛过来，身起手定。哦哟，这个小奴手想比立想为也好，侬手指落在几年分解里个手想呀。你说得出也好个嘞，来了手指落在几年分解小奴个手想，这个小奴说了还别听，非常有气质。来了到底做女的，这个小奴我看中，不要母上。不晓得你屋里向兄弟啊都个，请你到爷娘来，带你到爷娘商量，这个小奴我一个。啊，姑姑是王爷。想你哪里生事？8月中秋，正为谁之上将之中？王爷7岁不宜之辈，对乃东告别。那个闲话难听啊！山东人侪是难看面孔啊，不是这样的意思。山东大家侪晓得是北方，这个小奴南方人的味道，这到极了。有王爷7岁。那么对在，虽然是半搭子松冈，因为你养了南方，当然南方人的味道。家中位于后窝神，位于中谋，你家在内堂。
这个三奴作孽，亲娘那只故事现在是后母，儿否做好生理？弟弟是在江后，大表为生计，他姓人名了谁？心黑命令下去。这位是世袭他的，我为下王法，都随谁人把军冲。与那母举喜泪胸心发，是弟弟是都江不知名归。我是美居士，保举临此地，拿起我某举，他心态凶。是上家中，赢得我意，泪下去。此德此恩，我杀鸡兄。我27岁居民之恩，内动没吃内大不顾大真。大志。哦哟！拉拉听我，也是动人，也是气愤。动人的啥？这个小奴昨日爷娘那只故事；气愤的啥？这个娘舅不是么事。你这次打理到爷娘是有家，但是小奴父过，你那我到了这个拉手家，真是一股淫水。7岁，不叫怒母强，真是一股劲水。上天亮，是此谁生天下生啊！
将夫。明知夫做那恶谁郎，我要亲自分恩谁当上阵那是他否的娘，我否子倒不是勾结命令做后事想，这个小奴我看中，但是我讲不大好。别一小奴围对我，可是我落堂时啊不，顶下半边人对我是，对围过来对家长没几辈忙忙，你能说为的？切比呢？没几辈一口一说嘛。王爷看中这个小奴，不好意思讲，那么呢，我来。那么毛提被邀请过来到小奴旁边，小孩子啊，有讲义，不瞒你讲，这么长那么短，你王爷改个一次不小奴奉旨吃进局子，那么出来几个地方分看中一个小奴，今朝当然与有问。那么你王爷不小辈，乃么不与爷娘，你到两高头两吹水吧，做王爷命令之子，不晓得乃那哈，答应定好。不答应不要紧，可是这个说话要留神一点。哦，原来个王爷看中我在，要我做你个儿子。哎呀，不过这个年头，这个是大事体哇！啊，王爷千岁，想此内大事，得内动想嘞。好，这个小奴懂道理。王爷，这桩大事体，你让我想想，应当想。如果想我到事业想一想，答应那还是不答应？答应之报，自个要带起阿西的分析，就是要分析，可是分哎，要年纪轻，哈他哈养个。我倘若要带死特子呢？哦，我们做是那个儿子，我家里想区别当中谁自家。为此后家里相依起劲嘛，我只好回对男子，所以哥哥也想回对呀。一看嘛，这奶奶年纪没大这样，总是我三八子，你为此不显露了，看中我，以我做这个儿子，我们回对里你别不考我干。那么再说，今朝我的性命取得王爷去个，非这个手我再是终身与父。王爷是我终身父母，再杀爹娘。我今在回队里，非要不替我人讲我不懂道理噶。我姑王想是想嘛，爸，我答应之吧。我答应王爷，定下自个要分析，假使自个要死他，好不爱，我恳求王爷让我一子两天，少则一子两天。谁是一步姓后，一步姓上，害得我现在已经13岁长，跟我2年是一太高兴个呀，一太高兴是显奴夸啥个，养一个还是一子两天，一步姓后，一步姓上，养2个，一人一个，一个姓后，一个姓上，养3个，那么呢，一个姓后，一个姓上，唯余一个呢，神居一子两天，定他们呢养4男4女，大家纷纷。哎呦，想我想不想，想得来得个最大呀！哟，都蒙彩手哎，内动给不送令哦，姻缘的，姻缘了。哎，老老开心，马上归着把香案，香案摆好，甚至把请出来供一供，老老婆罗多举到地上向，看你4个头，谢恩。
说这个小奴枉让死我来个，想要拿他拿了身体受定，那也算儿子4个头子啊。第一走走呀，也是开心，也是紧张，这个心啪啪啪啪啪跳个不停，紧张到哪个程度？比看中国男子足球比赛还要紧张。这个张面孔对小奴望望，来进来要吧。哥哥也写出来子，哦哟，你看这面孔改高的啦，像你们白种药，我是来种日子长，葛么海里耍呢？你个身份王耀，应当介绍你父王给。哎，一栋南京的女子，今朝我得里有的，中朝恩结为父子，谁对搞一个恩字榜？哟，恩父王身上，黑夜见恩父王开飞嘚。哎，儿啊罢了，就是恩父王，帮着手下。是恩父王。哦哟，第一次走呀，听见恩父王这过来好听。儿啊，恩父王，我儿，王儿，你说东街的呢？哎呀，写得你今在考我了嘿呀！哥们呐哈，娘呢最开心的呢。哟，这嗲嗲子，哦哟，这声嗲嗲比恩父王还要好听哇！儿啊，我儿，王儿，你再叫一声。你说太高为高噶啊，对对。哦哟，走得个也有点接应接上子，乐乐开心，规则把嘴，一些功夫。最才准备好亚儿子两个的身体受定，家将不必做好进嘴。儿啊，来快咽嘴吧。哟，对对请。打嘴被撸起来，一饮而行。但是要侬妈妈不晓得几岁了。儿啊，弟弟，今年几岁了？13岁。哦，13岁。但是好本事辰光，不晓得你呼吸少，自个呼吸读诗个，回到今里向，我请20有了先生教你，自个呼吸礼服，那我也亲自教你，上家里一条枪出名堂。儿啊，费尽我儿在家乡时候，凭着你戏文为是谢幕啊。小孩儿们分一类无益。能啊！我又来了，想不了，为当我分一来，无意能分无伤人呀，不可能。宋人人读字诗，不大想礼服，李子服不大高兴读诗，那么分无伤人也有个，但是结实，想你不表人家子弟，哪会得分无伤人？儿子啊，来了海外子。搿点我不欢喜，干嘛还要说丑里用不着？留下来递进呢，如果你弄改讲，我也当你讲，儿子做人要谦虚，不能啥讲光。哦，你的武艺后人谁？家宝是谁？哦，你讲过个，你也是江湖浪向保镖，搿里球棒得枪，搿个是结真的。分你这边所无家道，哪个这边？谁的水工云龙之子呀？哦，原来宋江才子。是。啥么子啊？你是宋江才子最边的学生子啊？最边我们认得，老爸为追云龙的儿子，6岁时为人事大队称到神童。不相信？那么呢？门内阿位人事大队，你是个伟大的伟干，那理想是真的。好，儿啊，你可为人事大队么？小孩儿们大意略知一二。哦哟，听见2只眼都比你想有点好色个，这不呀，你放马过来，可是作兴放女啊，不用噻。好，肌肉水池。为母与机构上礼，你要对呀来。是有，请弟弟四上礼。
为母饮醉了。弟弟，请是啥礼呀？你看那一日一杯呀。弟弟，啥礼？你看那鱼日一盅啊。你哪都能吃这个啥礼？做什么来了？自家没得了黑呀。刚么刚子出来，我有几个上礼，真正接理想，一直都让他想不吃。那么来了，还是500分在，不是？son人还是有自家的人。那么为啥要连饮几杯醉？实际上想动脑筋想上礼，因为这个上礼蛮难吃的。我不晓得小奴该几何本事。如果我吃的过分深吧，那大夫吃太难个对，还等于太我个对，不必四个家长看下了嘿。吃的过分浅吧，你马上对出来，因为自家不错，觉得我别讲，这个不大好。一想是个，得尽量稍微浅一点。儿啊，弟弟，为我上礼时，谁高楼西，看小妇怎能下世？黑儿对戏，哈，想不想已经对出来了？哎呀，不晓得哪行对啊？风之浪嘎，处女翁结扎为哟，好啊！妹子，哦哟，肚皮里向有点好食干。我上礼，小妇里下里渔翁，这个对的一切，看上去第2个上礼稍微难点了。那么吃点啥呢？对围过来对手唱后头一看，看见2只手一前一后，上礼来着稍微有点难度。儿啊，你看呐，两嘴并饮，搂索不许快快。用心。哎，姑姑一听了，这个上里稍微难子点，别个这想的一想啊，弟弟，黑儿对谁？哈，你也对出来着？哎呀，儿子啊，你俺听出来我理想的奥妙啊！听听没记得，两嘴并饮，搂索不许快快。随着2只手一大行，一路速度，腹肌敞篷个胯。实际上想，我看下2个古人的名字，这个叫欧让，一个搂索，《三国志》里搂索搂大夫。还有一个樊哙，西汉把吕邦的大将叫樊哙，应动死不动。他谁是神？你屋里向还要看下2个古人的名字，如果500对得再好，谁是错？哎呀，儿子啊，你安听出来呀？哪得来了为小奴杀chết，因此，黑儿对的是把人是罪，得请真句是好。哟，妙啊！妹子，哦哟，小奴好色，啥子比我好了嘿？对的，哎呀呵，你屋里把人洗罪，得请贞洁小后。虽然不养牙起的喝醉，得虽然吃得清凉，不接小个后人，还是2个古人开好了嘿。一个得请八公里向得请得大将，还有一个小后。是西汉一个丞相叫小侯月下最恶心与石刚一出戏的。哎哟，小心个嘴边看个嘴边看个，干嘛要再带下去？不要再带下去啊！我比不识相，反正我玩1个上礼，10个上礼，个小奴先取得来着呀！我还有2个上礼，请来带带，个我哪来是呢？年纪大着呀！儿啊，来，快请呐！哎呀，姑姑祝你的，哪要吃子2个上里留下来不吃着？像我的嘴边说说也没不对，带起来是顶起码10几个上屋里的了。哦，一祝你的嘛，懂在。大概刚正要吃上里，我带屋里，看上去留下来呀，也我吃上里，要带屋里着。可是我往哪当的吃个？弟弟，黑儿呀！一天月上非方式啊！方式了啊，说的方式啊！你怎样的方式啊？像黑儿们，一有几个上里在此，请对对谁？也哈个了，你有几个上里呀？我一个吃不光了嘿！说啥么？年纪大子，哪子不来事？那么呢？
推脱一声。儿啊，为父平日里最喜欢谁的人事答对。好啊！你们今日都饮了几杯，预习后里后头，明日再对吧？这个要嘛是个烂话的，根本那哈身心当你累累呀！啊，弟弟，现在也请问弟弟真姓大名啊？哎呀，不少，儿子门牙你姓啥叫啥？这一想，这个小奴也不是我养的，今朝中差恩就为父子呀，我的情况你不晓得。儿啊，为父心上对名一个熬不是。哟，这个名儿干呀得劲啊！哎呀，为怕磨皮。哎呀，那到了想了走啊，这个小奴叫啥我为不晓得。儿啊，你叫后面那是？说人黑妹叫黑上的。哈，你叫韩上的？是啊。韩上的就是你么？咦，俺能这个叫？真是。你当真叫韩上的？哎呦，哥哥来了，俺与买饼的。是啊。你高山叫韩上的么？哎呀，哥哥来了，是个与买饼的。姥姥听见哇哈小功夫定，四个家乡对姥姥忙忙，小奴名字叫后上的，没哈用不得啥钢管。姥姥对你都看看，都晓得点啥。虽然这个小奴养了后家里，但是只得做我个儿子。哪晓得来听你名字啊？后上的啥叫后上的？谁是后家里的儿子？你上家里来的，所以叫后上的。姥姥啥讲一想，当然哇哈小功夫定，哪里我来也能小奴大大军理想，上岗得知到此结束，请听我当。关键是好听，好听的嘞。没了。下头位是还有名堂的，叫接生书。哦，下面呢是接生书。接生书，这比菜可以有的说的。我讲苏州有啥意思呢？就是讲两头诗当中三个木匠啊，这木头的厂，两个木头接起来当初做个笋头。哦，你说的是那个连接处的那个笋头。对，就这个意思。那应该叫接笋书。因为我呢做诗做文章，这个起人走合。那么平台有唱片子，还有起人走的。每位诗当中有起人走的，每部上片当中会多个起人走的。那么这个接生呢，就是走。就两头衔接当中啊，那个过渡要搞这样一位诗，叫接生诗。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形象了，大家可能有个印象了。所以这个接生诗相当难识感。那么我们这个老师班，我们这个老师们为这说好这个诗啊，就动了很多个脑筋。就看语目的语言，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有呢要到位的语言技巧。所以呢，有好听的接生诗啊，比鬼子诗为好听。那你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举几个例子，让我们大家熟悉一下？举例子啊，用不着。那下头一位诗就最好的例子。是肉心定当中的是一位叫口龙肉。这个呢，通过塑造一个劳动妇女的形象叫朱三家。出来口龙肉啊，打是一张肉心定。那么下来就引出了欧堂人娘厅堂得知这个情节。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的呢是苏州吴中区评弹团的马志伟和张建真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京东娘娘口龙肉，不离无意当中看见，金家里向个手家宝贝，肉心定打开了个香雾娘娘手指上，这个么子难得来是一下，所以差地下人。是拿香雾女人披得理想，也门门清爽。京东娘娘来了厅堂上响灯，真正一些屋里大子三家一路马着里向进来。喂，香雾娘娘，哎呀，别喝娘，娘娘问他俩啥闲话，谁要放来这个呀？来，还是过来，等着在啥鱼子，啥去鸡吧？啥你们知三家？不然都骗进来的呀！等到袋子里向晓得该打是金家里。京东娘娘要我个人啊！京东娘娘不当死了后就名声了外头，所以好得的浑身上下了零三动，手轻打上来嘛。这个东娘娘了上头，我想我当炕，
你好，得自家称呼我们不是从大夸的。天子大娘娘，来里报灾，报灾。娘娘先叫我写出来呀，好得嘞，像写句这个，自家称号大夸，第一就听见。我家头上顶来是个棒，整个当个菩萨炮用上去。好啥了嘿？大娘罢了，当着亲手。这大娘娘了上头们哪有我个手哎呦，你冷怂的嘞！你娘娘开的什么手子吧？还是手棒啊？那么现在你多少手呢？是个小家家，你是那是给他帮人搞？哦，你都是我的呀！我那他双方分明的，也没写脚，也没我的，还在这冷手才手棒啊！这个还是不开的？还是个我会的嘞。那我放肆了干啥？我绳子呀，那是不够啥的吧？吃白手呢？对呀对呀。哎呦，别客气哇！得用得着用。这个里向让买一块子，我这所谓拿起来拖了水里向一想吃么该嘎子，刚刚怕飞奔发烫，想到身部必有部手指了嘛，这部手指去摸出来又一开，金龙娘娘谁了让口呀？一口没来着哇！刚刚四衙门里了，距离又口不清。那现在从脑袋水上自我自己口口在。啊，大娘，大娘娘，水中的事可能在侬一关。啊，这个大娘娘要扣我部手指的，别家个呀，地摊上向去带得来个呀，搿既然你要扣嘛，搿个帮你讲，来帮手一手扣啊。好了，带大了还我让我手一手了呀。手指再这么忙着娘娘水里砰一入，不给他三家等到手指特心不的阿了，而且个把手指娘娘不能扣的呀，啥子么带得来个辰光分彩心呀，后来一开了一口嘛，一面是小卡，翻出来是金娘讲护送当老虎呀，我娘娘看起翻东西吧，我说起来那块子还护送，到不了我背心浪向，不是。手里了好得里在了，那么眼睛接着盯了之后，哎呦，说不忙你别口气呀！娘娘不叫回去呀，手指拿到水浪向一开了一口嘛，哎呦，实力别家开，红芝麻汤小蟹烤，翻过来一口嘛，金阳刚护送当来后，看着不叫回去，定定眼睛，搿只手势不是还是要心灵。这个砰，手是裂出来一口嘛，石头是要心定哇！娘娘一个防也没脱口而出，哈！你好好个，这三家眼睛就是水浪口那个反应呀，没有完完一声喊出来，三家一好嘛，搿只水一松，杯子啪嗒，掼得3%，那么好唱穷我不知道，这个大娘娘，你别东西啊，搿把水子不是我眼毛呀。搿把地摊个卤蛋师傅海呀，我不是眼毛厉害耍精神个呀！你大概眼睛要见我嘛，说该部手指黑，哎，今年刚扶送单来什么的？来啊！你刚刚说来啥？来高娘来啥？来吃，你这还来吃的呀？娘你别东西啊！你看不快嘛，很特厉害子，哎，你很特厉害子呀！啥子呀？看把手指呀，接得来搿种枪的，啊，我手指上有点啥名堂噶？说娘娘重新一开来一口嘛，享福了。金娘讲护送当来后，不人讲喊我吃来后，今在里手饭吃我回着，好啥子？金东娘娘像现在辰光反说金娘讲护送当来后，杀来不关我事。定定眼睛搿只手势你落得来个也慢慢清爽。我在手里说啥？大娘，大娘娘，像你这把手的神汉，别的娘娘，你很特厉害子呀！像这诗水，你是哪里收的？帮你看多啊？啥？这个娘娘那门上的。哦哟，你牙你懂的？娘娘那门，你刚刚个把手指下的，搿只坏个么子？哦，小大伙来个。门坏了个。哎。搿片子要16年40个一本了海，要进走去山腰湾不敢用讲，他说一声，大娘娘，这个坏了本我地摊上向去带得来个呀，
地摊上带得来的。哎，还是你今家那个手高摆摆13、16年，地摊上带得来，再等我带一招试试看。看上去个小女在不的拉好这样不里打不肯讲烂人话，干嘛啦？京东娘娘的面孔别不一样，一米光一米满，捞出来就是小白眼睛胖脚头。大娘，想着乃是我们金家的守家之宝，黑牛心定。什么人？13了，26年了，怎会到这女的水中时日家来？倘若不嫁，哼，须怪我非命不听，将你送回去。呀，哈得个了，看龙如口吃白银来着嘛！啊，这还你多个么子？要送过就来吃官司啊！别搞了，我想想从压力下个梦做得不对，拿皮头东西想摆出来不着好，当时晚上不晓得玩哦，那么一下子，哦，这个么子你多干？这个地方还讲了呀？哪反讲去？我妻子16年这样。喂，别啰嗦啊！说个16年家，还是个娘娘回来讲是半夜讲开。为是娘个走起嘛？说个走起家，我别山药。来个帮你讲啥？今朝不光是不你这个娘。你这个男人脾气来得个大呀！哪家？回到屋里向吃不着腰饭，一把头发唱2记耳光了呀！哦哟，唱2记耳光，那别吃耳光嘛，还是光我们放在心头还是来？半夜光。半夜光光。这三要想有的吃官司还是吃耳光来得个手。这么当多讲还干？哪家？门头子坏了门都反在门。我那冷生的了，有个地辰光。你是男人脾气大，这个呀。讲嘛，晓得。咦，那么我们姓支。那么搞得进了娘家的身份，他们竟然还我3子呀？哦，叫支3子呀。阿公们名叫支3起，开豆腐店的呀。那点冷生着分门来，阿公个事体啊，门来搿张坏个么事。我们来烦得了，半夜从头讲。哎呀，不人家吃啥了还要你还啥讲呀？这个娘娘听病啊。好听讲嘛。一上兄妹是3档，哎，我个男人们心蛮吃手浪饭的，就蛮疙瘩。哎哟，平常辰光生意没法做，家里大哥大去帮忙嘛，也不肯，不肯到店里向去帮忙。一向在外家不过，可怜我们女工真是都是过啊！阿公名叫支3起，里多夫妻贫富与后是相。你阿公做生意来得个波及，吃着别多财富外嘛，谁都欢喜看戏，欢喜看戏的。平生爱看明白戏，搿日子打口牙戏回转来，来东家头识得一个小儿郎。哦，是那个男三人啊？是那个男伯伯。哦。还有种童年女杀人家的3条挖脱，杨子是奴来福就送到堂里向嘛，都脱了前途浪向，本家公看见呀。哦，40年才500岁，侬叫靠不得了。哎，搿么哪年？才得来个身浪向外遇2样么事了呀。一样么子坏了个。叫尿心灵。哎，尿心灵。外遇衣裳了呀。但是谁个？哎呦，上头还有血迹了呀。是家。三井浪向个四下子行情行子。那么小弟啥个名堂嘛，不是是个呀。想上去嘛，总是侬年刚不是。那么不是自家养嘛，不拿个呀。半夜三更起我去。许得我个哪位夫人办？以前我心情挖脱个女婿，侬叫矛盾，只不过杀死一天了呀。那么侬我海得起么去一人拿个？那么现在身浪向2样么子嘛，送给我手开那的个，将来斗起来嘛，2方面侪好看看。哎，是哇。那么这个2样么子又是不用的呀，到了做香地头浪向。
我今朝出来看龙船，我看见人家手指下头谁坏了坏个嘛，我摸出来去捏了手指浪向。哦，啥子你多干？配丝哇！多个嘛，手尾巴子动，我不想吃么干子了。哎呀，那么这个大山上我们，我不客气噻。地老下个金龙娘娘一看，哎哟，门开得真开，还随着这个别张手拉亲子哈。不过清代个廊下，哦哟，原来是怪。啥么子？谁这个男板板，可是非说的本是金刚这个骨血哇！大娘，世间这些儿童，他扣在你胸上的中。咦，你都讲人家哪家家谁个了？哪家谁家？哪家谁家？刚喊门特子回来会放我手气的。哎呦，这个事情都会慢慢清爽过，还是来他们知道是给。但是都讲我们男人脾气豆腐，根本要吃三我。哎呀，你非要吃啥？我们还是讲呀，讲得快，我真的快，我还是来。根本当都讲喊。哪家？门特子些，侬不能再问我去。哦，老舍不得了呢。这个是新娘不光个子。还是讲吧。讲到天亮不回去。快点吧，晓得。那么讲到啥那话？谢奴。哎，帮都蒙混脱个这样。哎，快点讲吧。谢奴的。哎。那么谢奴带着阿哥水里向么，不灵光这个，做生意不破节这样。哦。从此做事都抵当。搿日子大哥不出去对对。那么山上山下呗，一个不当心，两间一批房子烧得金蛋黄。山上出来多少一山，山下呗，大概不当心嘛，咣，一碰一嘛，房子500个走。搿房子了，老么哪会500个人？你哪能听了？我老听完。山下呗要懂。山下为啥你不懂家？咣，一碰一嘛，房子500这样。不人讲山下嘛，一冲谁一挂是房子谁了老坏？搿哪会得500个人一碰一嘛？当然讲山下呗。山下呗，我晓得个山下呗，你能说的啦？咣，一碰一房子500这样。哎呀！怎么好上这样？哎，可是那是我是不够实。哦哟，阿你这个嘞，你真这个京东娘娘死了后了，你好得了，好不啥个好把分狗讲，上铺反悔。还是你讲吧，而且这个哪里还来？那么就阿哥出毛病这样。哦。阿哥发出门睡着，狗杀都是大衣裳。哎，人家家一个月不灵这样，那么三个我先奴去骂他去吧。哎呀，确实，来自山东新柔金瑞卡，将儿买去做后事香。而且来自个山东人姓徐，做金瑞生意的。好，那么刚好山奴几户分量嘛，银子称为你几户。我记得这个是听我母亲说，山奴把那来里向称到拒绝6两送么150两银子，毛他个子，一去到金石落在，恰知至今没人面马，我们不是推来不是打。小心人飞石头上，跨地方我走山大。那么再说光，还放我最起着玩。金东娘娘要听啥么子啊？这个是要能毛脱个咋？那么见我拿龙发，手指半夜个乡下女人到山过人，根本不认得个呀！唉。那是这个一生一世不帮忙的在。
神空。看上去个仙女，毛蛋子山东西，害我那哈心法。他是那队伍的里，今家就高大头，哪怕他里看一人一半，仙女我没得走个，那么那弄吧。我里披风李仙雨，风度在往后，地居发烈风。斗日几内，精美推动，以至于现今生也去没能中。我今在这肚子的跟到么两头发上了。你想金东娘娘，这些辰光会挨得来个啦。心里想手指一拿，人立起来，忙着里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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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比那个发来的子幸福，一看面头不对，眼睛跟在里向么看见娘娘独上了那哭，那么确实是娘娘哭么别哭，喊来喊去仙头为一件后生，怪这个女人弄得来，根本就为害。就是后生浪向是受着个事体，那么刚刚个女人听说的更多了，的进来个，那么那啥干包杀得不人家说话在，不过是两银子不离，个把手指来拿上来嘛，还非去为不离在啊，你重新点一把不离吧。哎呀，金东娘娘说啥个手指以上银子，你现在听过去不喊着要子了，非搞不离银子，你不离金子不回，我是我也哭了个，你非当个回，那么才是放来个都正常。一张一张起龙喊叮当，我窗子我的眼睛，哒哒哒哒哒哒，大概他听到了。喂，东娘娘，哎呀，等着啥意思哇？不严谨，不严谨。哎呀，刚刚那个电话讲完了，你娘娘们带流浪去噻。那么听说已经后生了噻，要包出来东西拿得来给。哎呀，等下我带得来孩子呀。啊，那么那啥个后生不难嘛？这个你拿得来这个，我们你换件衣裳不难个了。哦。哎，那么你娘娘个把手指带没欢喜的呀？是不是？等你还。第一步呢？第一步啊！哎，这把手指不难吧？哎呀，我不比家个不严谨的呀！哎呀，不严谨的一回把那个出来吃么那把手指了，咋看？那是这样，还是哎，还是拿吧啊！哎，可，当那把比上人不喊呢？那么自然该不喊哇？喊开噻！这动过啥么子？动过么？香港的。但是好个呢，这么写过你？写过。哎。对香的。但有不对个呢？写的你。写的么？自动改。哟，啥个自动的真改？啊，真改。哎，
我跟多少人家出来哦，哪来金子龙在搿浪向去到。底谁家金家的娃子？哦，我今家里跑对都不哎，给。是我还有个地的了哇！哎呀，光给阿哥姐，我的有只回来回跟那打的一样的，还有只回来回。哎二十后。但是后给，啥这么里多个乡里人家磕头长的，有种人家脑子真个好跑去磕头长的看这些个呀，是后给。这个么子嘛，阿哥姐讲，是后给呀有。时候么讲人啥么子？跑给，哎呀，命啊不得好太半天哇！是个破个家，哎，啥么子的？跑给呀。好破个，是个破你可个家。是那是我中国不够我哎，快个嘞！好的好怕不够我害怕那给得我12银子呐！哎，那不我银子啥子呀，你进来辰光听啥子呢？一家人都牵进来个啦。那么娘娘规则的，不能12银子的一杯在押金给。哦，这个地价更多么12银子，哎，这个都刚刚多点两个，那么哎帮你讲多个，哪来？我们上来可以。你讲呢？这个等些出去钓鱼噻，出去人不到。不知道。这样的这个出去这个玩意来吃。谁要想假使等到出去下雨时，该像这里跑的噻，里外是个都牵出去，股票浪向摊了个洞里，谁不要看理这呀？啊是的，我出去的不搞。不给哦，还是女孩子嘛。没喝。那么呢，法律已经规在门廊下个精心，省内哪个人都女人送单无理。沈大兵个就后山打出来，确定啊，起来不喊打哈，今家里搞人当谁了呀？沈大兵人个搞人家，打听知晓几个搞人家个情况，精心答应么根子三家为州无理。谁只要要进考起一声，谁都说啊。哎，多那么收下。哦，来，我们到里向去啃起来啊。哎，有什么，你。也就到里向翻桌向到地头浪向了，搿就是一个后山去拿出来，拎起来一口么15麻袋，每点行情是16年分析半个模样，那么拿着面盆过来，水里向一盛，谁都说啊。哎，大娘娘，你怎么下？那哎，我往台里去抽他一把。说个抽他一把，来，快点，不我。我抽不够。哦，不来，说个你还抽个一搞人搞谁了了呀？来，谁帮我？我当不起那他不够。哎呀，你真干有关系，我抽个有反正的。你真干有关系啦。哎，你快点先帮我。哦哟，你先帮我呀！哦哟，真叫好一搞人搞太背得起看，也真是老大个的了。谁说你怎么听？我去我先。不说得这个你吃你稳的嘞。那么我先去上。哦。当年到你我走位啊。我睡了不三。哎，有什么？也真本单外头，是人家我就为也来了呀。放来关这个呀，只先去开队伍的个情况也摸摸底了。像这种年纪轻的人问不清楚，现在给他一口嘛，而且在同前吐死却手还有个烂套，18把年纪16年门子总晓得在，从眼睛过来嘛。好嘛，那么今朝5个多样了，那还能轰家龙人？里向5不推荐，搿鸡大事体，4只3鸡。张铺最个人的大上帝养了家龙里向了，比较保险，外加通风为门上。现在听见有人浪海，黑部的眼睛嘛不灵，日光最后光嘛看不清爽。你啥人啊？哟，还不啊？说我们的声音你也听不出噻？为了他比起没别拿到背个顶出来子，你嘛，周末2日双西瓜。哎，还不啊？你们都是那个领头3颗眼睛的。我像个我上戏啊！哎，我上戏啊！上戏啊！哎，我有你哪走来着？我哎，走的还走的。哦，百人都娘害那子。哎，你没气质，我小心半夜关在我走来嘛，我还顺道边看看你。是样的。哎，是呀。那么侬的儿子哪分走呢？当儿子我一发人这个啥个分走嘞，干得熟啊！哦，你当儿子啦？哎，做分走，哎，我走，你当儿子在分走呀？大概总为2只台只分走的。就精心就活络得来，2只台只嘛，你当儿子炒西瓜，我有2只矛盾分炒碗，还有哪是有的那小啊？看嘛，哎，对个，你当儿子我有2只矛盾走脱了，要走来忙的噻。没好，中山就要补。你放心，哎，你来门外头买下来嘿，个。双西瓜，看吧，今天侬儿子个喉咙灵光，还不那个种都闷他开，当儿子个种喉咙是这个刮啷样，哎呦，你一出荀子，一出单位是闯得了这个谁他个人把你踩得个人，好在。你2日双西瓜，我双西瓜，你过来，你过来。不，看不拿，不对了，你说。
侬儿子唱戏要对门上唱起动米来着。哎呀，是靠近现在偷我了走啊！哪是出自雷动了那种啊？哎，是不？那还不那那个唱戏要对门上唱动米。哎呀，还不那个这样，你到儿子唱戏对门，我哪会发现的你样子呢？我现在整个十来次主啊，这还打那个刚才不跟你到儿子出来，你光没位置光了呀？啥日体啊？唱戏对门也把我喉咙个呀，喉咙要紧管。哎呦，等了俺的毛头浪向不是样枪，一日带样模样子枪心，搿只喉咙天光特种啊！好，带啥子呀？写出了不争气。哎，那么知道的就是我拿龙发你样子了哈？你嘛也吃为50发哇，小龙不跟那你掉多少子哇？嘿嘿，总之出来，这大卧龙的介绍把你掉出来的呀！我把你掉出来了。还有大卧龙唱得来，这个临时我单位了训子，现在是唱得这个不人讲，一老天好命，不能唱得更的人。哎呦，这写出了这要吃给我看看呗。没好。金先生还有声口还是非打的再说去再夸点门真的吧？好吧，我已经在带一张事体，想慢慢来嘞。啥日子？那就是嘿，隔壁东街特务开队伍的一个老板。是这样子啊！你非要去地上去？你还不晓得啦？你地上这个路道是侬只要发官位去。你还不晓得地上人家官发官位去的了家？今朝你多里向是路过必须的。乡里人讲，每人讲怕有。跳开支侬好不服从。你晓得侬顶欢喜吃路过必须。该不少。哎呀，那个种做人这个不得劲的吧？我还不那个种大人不知三人之过，反正了身浪下。小子在家。是的。哦，根本我也还不哈，根本哎，还是听说说了你们这个知菜去口要戏，那东街头写上个门板板，哎呦搞啥？该上日去你哪晓得个？还不你再猜猜看呐？嘿，我该张子哪位写的个？非要猜得个？哪来？你都娘讲不来听。哎，还不这个你，我不这个你没讲不我听呀？啊，晓得你都娘哪会晓得个？你没哪晓得个家？侬讲不你都娘听的。我光不得还女生你没哪位写的个？哎呦搞啥？又搞事，口牙是手来东街头，谁让个奴爸爸？那么谁让么不太太的？臭洋衣之心，眼睛是自家养的，黑老娘的，当不人讲谁是死人？又搞事。哎，阿又讲是听说回来后，队伍的嘛后上在之前去嘛发起，阿又讲啥？这个事情你哪晓得个？还不你在雨欣猜看那一个字我哪会晓得个？要猜得本都娘讲不来听。至于你没讲不我听话子了，为什么我哪会晓得你？而且你都娘哪晓得？你没哪晓得？侬讲本都娘听。哦哟，可是侬不讲本都娘。还不你到你没不这样，还是这样讲不是？哦，你那个。又搞事。哎，现在嘛，忽然来，这个法师了，还人之收养者，其实么上个洞地嘛。现在该这两个洞地向上有高，如果别知道跳开去了，根本就不跟龙刀。如果不吃不就不吃哟，又搞事。干嘛吧？我带雨欣慢慢来看。又讲是后来人家高富老师又帮了来里上趁聚金6两送一帮下来银子，是没得个山东人正继续上这个来考人没得去的。又讲是。这个日期你哪晓得？你没讲给我听过。根本你都娘哪晓得？你还不讲过噻？你还是放心。我说什么？不对了，你说个不对我。跟人自己帮是两那个事业，弄毛他们，弄不好不分晓得嘛，你都没哪晓得。你看西瓜个嘞，金先生拿着花枝边个，这不是流动比恐龙个个哇？没办法补个菜。发习惯。不过像也门个闲话嘛，谁门亲个还是绿毛，那么金星啊，把你年纪都好不起个，要你打个再好呀。谁见年纪却不亲绿呀？不做生来闷声不响。发习惯。这个事情，那我不晓得嘛，你都娘哪晓得个？发习惯，那套厉害机上不能答应我就好个人，看上去上当不是上西的，啥都让你们一门子，晓得我针对我的看看是天动地了啦。今朝谁来打口我要就想来同时一次，所以何不回到我里想去要尽快执行副反射要为当我少说要不，吃子谁都不做，要提成汤了，谁是精心唱个好。
没是拿出去告白娘娘，牛在是阳明学士有当营养，请听我答。那么评弹讲究的是说薛弹唱演，哎，没错，应该是。除了说表以外啊，这个评弹的唱啊，应该说能够感受到评弹艺术的声乐美。对，用我们专家来讲啊，评弹的声乐美、音乐美叫弹词音乐。弹词音乐，专门有这样个词个。哦，真的是。弹词音乐在我们评弹当中是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那么这个弹词音乐呢，而且又发明了很多唱功书啊。唱功书，就是弹词音乐比重比较多的。哦，都是唱。有一种是投入性的，有一种正规部唱片。来投入性的，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玉生定》当中的《欧堂人娘》啊，《三三》当中的《上堂率》啊。那么如果一部诗来讲，比如说像曾菊塔啊，唱宋段到底都特别多，所以有句闲话叫唱杀曾菊塔。哦，可见唱的功力。那么接下来一位诗呢，是白手洲当中的片头《蜜月》。蜜月，三者都对一头诗，但是里向有3段唱3个流派。哦，那可见对演员的演唱功力是个考验。对。那么接下来会是谁来演唱？哦，那个演员的名字啊？对呀，这个演员的名字大家山东人个个侪晓得。真的？说噻啊，张艺谋。张艺谋。哎，我是搞了一道叫张艺谋归来，就那个大导演要来唱评弹啊？不是个。啊，那当时个电影导演张艺谋到你上海来，张艺谋归来。他好忙啊！不，这个你就是艺力个艺，不是艺术个艺。哦，同音不同字。哎，是港影评弹头的优秀青年演员叫张艺谋。那么那个下水人姓关名来叫归来，搞了一道张艺谋归来。原来如此，有请两位。许三姐白娘娘自从头角相会以后啊，夫妻俩高头恩爱始终。等到开州年来嘛，娘娘养一个男宝宝，题名叫马娇。今朝已经是4月半，小男满月子。哦哟，今朝许家里闹忙得来，亲眷朋友大家侪来恭喜贺喜。厅廊下前面老早已经端正好着，挂灯结彩。搿许先生做人做到今朝嘛，心满意足。百货堂药材店么开好着，搿生意好得来。大家侪夫妻也是这样恩爱。现在许家里香烟也已经有着，哎呀，开心啊！来别开心，又家来着，小尼姑当奔到里向，相公啊，又是与此花展。外头有个人老看待。嚯，一本正经，与你们俩进来还怎么可能呢？后续养人，一个不上呀！啊！许三听见和尚嘛，好皮个心来呀！哎呀，和尚，阿为发海来寻找我的？废话，总觉得不是发海，来个普通小和尚来忽悠的。问问清爽，小儿，这和尚真是猛呀！还有生得破额啊！搿张面孔黄渣渣，3个人翻出汤胡子，浓眉毛，2只眼睛抬出子。拉到胡子，手里向为哪吒不背要进来要接上。哎呀，一听种腔调不是绿发黑哇！哎呀，非一些的八字头，问我金山上出自高上几位大下来，非高山烟光上烟光多，可是今朝青山路就谁了海一龙加盖，许先生说个，夫妻再说，姐儿。回去为人啊！是我相公不在家中，白姑娘娘提出烧香去了。不接着，回去呀！我谁晓得个和尚不是么子？回去为人呀！我想来哪有这样中朋友的？回去呀！这天我马上讲，我就想讲，你进来，你自家进来怎么来看呀？许三对外头一看嘛，哎呀，说头发黑了，这老进来着，手里向拇指张笔，哎呀，不里打里向来是不觉个，啥个？让我到书房去比一比。想比得顶海，非也比不脱。大里两高头书房给你讲讲，别人还不听见。对，所以已经跟我来书房给你说了，不就来一向关门。已经来不及了，发海个大家砰已经跨进来着。今朝你赶到杭州，非要拿白药来睡脱。乃金梦门下私下我妹，百万不门。到许三做夫妻，神要同居。师母金山乃违抗不知，搿只西天子金笔，辣浪时来的门前交得来的。
今朝非要拿来水他不可。看许先生失望开门，后脚啪已经跟进来着。汉门哪里去？哎呀，那无见，八海已经进来着，那比不得着，就是觉得嘞，浑身发抖，手脚冰冰的。没办法，硬硬对比打工来，手术啦！亲吻手术，大次么因后够，亲吻手术，大次永未改。汉门谋了为师，刀下金身。生于妖魔同居，老身一人相克于你，为对日爱虽趁早，再不为对也明前。今日以来，捉拿不遂，举儿的性命。啥个？你来救我的性命啊！细脚一点性命送他哪个水里？手术啦！你们一配后裔，一心开。你们出家人不是属家的事，这儿女心与你好相给。你是个出家人，不是我人家的属人哟。你拜我为师，皈依赛吧。出家之人不慎说，哪来什么夫妻之分，儿女之情？啥么子啊？啊是我出高个，我出高是不能好出来了背出来的呀。一好胖里向有我剥落住下来，自家了出个高呀。我带路不多，我高兴少郎打你随时一击，几次再回来寻找你，也来害他你的性命，手术啦。把我吞之不中，我已改姓生有的。这个，哦哟，这里来，随手高些是要光拿我去他我姓有的，不管你啥体。汉门世道谁今，还是谁此这迷不我？是是
实在不服劲，真来上光，外头到进来者，少年们许仙的家父审问报，你看见来个和尚么不动的，像你家就进来朋友多得了，那朋友当中和尚有个，看两高头金子希望给金官发出来了，想得出啥事体讲，审问报要进来，大拿希望门推开对里向一看吧。他就举了地上向眼里望望，一个和尚让神气不已。少天，好兄弟，到底何事啊？哎呀，那这样子，家父进来走啊！哎呀，既然我与他们一不相识，需要去听声于他。这里下分光少，石头，为何要欺负我家妻弟许仙？来人，少天。王不允我滚出去！出去！随了个辰光，外头搿点客人呼噜呼噜得才轰进来着。哎呦呦呦！是，啥个大家？不对面我让少管，那生气我引来少天呢？哎，那弄得被你个希望给你少家。好动你们外头去了呢？哎，那种吃高粱山这个出去啊！好不去打听给到小人货。真的呀！吃衙门为那个弄错，趁个外头人都拖着被弄错啊！13点出去啊！不是想天子上么牛子滚出去，看主光看到给打来子出去。不人家今朝该当了管事体啊！其实，你吃高人呀？哎，当了当做啥体啊？出去，出门对这个，走。法海想你都不来管孩子的弟兄，你都来门sinh啊！哼，可是再好在没。我到许仙本来龙家那里，列位，啥人把你列为了晚回来？那没事。老僧乃是真将金山寺法海是也。关你少天，今日以来，样要做怪的。啥个？金山郎管得给他杭州，你来做啥呢啊？个头名可不长哈。我一样要做。搿老子盘手的选到杭州来做夜瓜子。哦，你带几斤来哇？啥夜瓜？啥夜瓜你啥？沈队儿。哦，你欢兄啊？你把这个出来嘞？啥夜瓜你讲？哪个是配我看你们家夜瓜？哎，搿张面孔是俺不能两夜瓜晓得？啥人过来啥夜瓜呢？你讲啥夜瓜？你今朝刚刚清爽，不刚清爽衙门里去？对，没事。列位。许仙的妻房，白素贞。啥个？许仙高些，白素贞啊！哦哟，看住我们隆隆清爽，默默地来也晓得。你虎兄高些，叫白水英。来点去高里，别去高里。那说提起。沙上火气听上的活泼噻。哎，心把么带个叫白水英隆隆清爽来啊！名字不带来还隆隆清爽。挂都是啥都没要挂你。没事，他们也挂。他们们我们身上白水晶。啥个？我们山上跑入金的。哦，一来数啊。啊，3可能失事了。是的，是的，吧？把这个吃了，像真的这个，我也跑了我搞。你是金子跑了。根本呢，所以后差的手这样。真的。还不得把人家今朝了管事体。今朝了磨个鸡头啊，晓得？三头鸡头。哎。所谓的养三头干。真的是我们这为啥对哇？做夜光。他是千年，心水能变化啊！与许仙是么风雨同追，生了情哦，神情你都晓得喏。风雨同追神情，哎，那么你都夫妻也是已经来给帮你。哎，你说呀？喏。许仙是么为了口人造法配，那白水最该
实际上都是去了，我保证我们摘得起，摘得收据。那么你上天收据发出来，也赶大概到杭州来做人。搿每周那个辰光最好做什么？哎，上个罗大人。不做人。哎，到。我是起了4辈，你也得该到苏州去聚海分火。我有你得去个喏，你得去个，哎。搿么搿辰光呢，啥地方做人？哎，啥地搿辰光不做人？在那端阳。也在勇往走，那不是本是一牛赢。一个赢啊！汉问他轻易莫懂。哦，你好像会亲眼看见个啦？搿对面和尚你真个来搞啊？不对，这位，既然一个赢，你好像亲眼看见。阿为能带你做啥夫妻啦？那父乃虚兮，他终不我，生于妖魔，恩爱深。去冬日么虚兮。来到金山寺，我们口不信，是迷津。他等的是心我是空门。哦哟，是的，说的对对是的。哦，你好像会吃个高了。是啊，怎么还不对着玩？还说提出玩？吃子高嘛，那对方的命运来让你。那啊，与共员工，上个月过年，口恨妖魔，猖獗神，等龙妖法，东道兵水满金山，保护狼心，截取虚心，非否灵。今日你们老生，不把药失去，不要是虚心，命乃人虽是邻居，亦乃得人。哦哟，搿头面和尚把你讲到了汗毛淋淋噶。天气天的结婚啊！我三个你以下要发后一个。发后一，发后一哪里？搿么你预备哪里？哎，预备哪里？把那西天金不教育你，汉们是金不拿去。你们说上律，拿着这不是金不拿去。这个呢？上个害我脑子笨，上里去捉他高兴，可是我随便拿不起，而且手是多得舍不得的。搿头名可不长啊！哎，娃做夜光，时常做夜光。做夜光嘛，难去做呀！真的，也难去做官。害你看胸哪来3年？搿只头名不要么难去讨饭呀嘛？做夜光，做得哪个人？列位，那将金帛合在腰木腿上，将不要水石不中，实说不能给杨耀做官。那是法。老身听凭列位失之。
对了。哦，硬到硬个哈。硬到硬个哈。这个辰光你实体记得你长不明白嘞。哎，哥们，哎，胡兄啊，胡兄，你上去。没事，你上去的。那你了下头帮你看好你。对。不把你追，搿头名和尚啊。老实讲，你多少么有的是眼光。生个一位眼光。拿上去，爱惜下来嘛，清理清理光，送你俺们里去。这一上片。搿头名和尚，来上去啊！你等我对等，哎，拿上去。哦。许先生，我反弹都来着讲，不能上去呀！啊，这位需要去听信于他，都舍不得的。汉人金不拿去，妹妹舍不得的。当真不去？不去。也罢，老身为了众生，已顾不得许多。你不肯上来，待我亲自登律。哎呀，叔叔，你那个出家人真的是穿神教的规律。谁赐你去？我想遇得那起，还是我去吧，还是我去。还是我去。许仙不办法嘛，哪吒经不接到水里。其实自从头家以后，你心里向已经明白着，看上去家些事可不大事，还非去弄清上着。人啊吧，也挂吧，把苏政府为伤疼我，对我计划好。我假使不高兴，落得来我今朝这样一日，还是今朝我好上去的。万一出事体，我哪对得起高兴？叫我留下来拿弄法你，搿只不脱了水里向，慢慢就往里向进来，搿眼里滴滴答答浪过来。终日娘子是谁呀？他待我恩义水动谁呀？想我许仙是来年身家，多亏一妻子，送正门的谁得于今朝，我怎能够是恩家，谁爸爸去心怕，杀害娇妻，这名一条。想我总爱是谁得下一妻子，岂不还口无量襁褓之中的小梦家？他是刚满月，不见亲生是母面，这种天报恨永难消。我怕这怕脱驴，实相归驴去。
霎时间，娘子魂飞魄已香。所以无可奈何，把君不在，每一情慕在腹中藏，最得无稽的话，到想啥子？是个娘我虽然多一个招呼上去，娘高兴好明白。发海来着，娘你好有所准备。大师啊，你有点什么？娘子啊，你说是神，你须害怕。娘子啊，你说是你要快快打，狗儿许昔日，他必等绿头新鲜家。搿咱家铺上第一进夫妻，汪啷一声，娘子。发海来了，那海上发海来了嘛，水里向的分量介绍不对称。哎呀，哎呀，搿只笔越来越重，越来越重，重到阿母样怒放，啪一滴水，得到雷贝浪砰抬起来嘛，哗啦啦啦啦啦啦！听那霹雳一声。声云霄，一道金光，忙正流浪向飞上去，虚身一看，哎呀，晓得不得啊！衣裳一领，咯楞阵阵妖精上楼，达到高山房间门口，对里向一看嘛。那么留下来呢？他们呢？何处有机会再来留下去？下条诸位倾听我。这个当里的当，走到世界各地啊，大家就知道，一听。评弹，对，这个很多人都来问我，都来研究，因为我这个西节、粤节、沪节，你如果把它西台上唱的时候听音乐了，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有相通的地方，唯有平台不相像。哎，就到全世界那些俚语，跑到随便个角落里向，听见当地的来历，当哪里的，苏州评弹中国的，没有第二家的。大珠小珠落玉盘，非常清脆好听。对对。那么研究过了没有？这个评弹的曲调是从何而来的呢？因为我那个平台的各种张调、词调、语调等等等等，合成并了一道，这个就叫14个诗调。书调，哎，个诗调落得来的。那么也经过研究呢，诗调是从的老法读诗人的诗声朗朗，这个诗调里向加起过来的。是吗？对，读书和说书。哎，你看看读诗是文化，说诗是艺术。两者不搭嘎，其实很有关系。那你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我们来拿一首诗做比较啊。好，就是唐朝诗人张继的《枫叶压迫》。哦，枫桥夜泊，哎，月落乌啼霜满天。对，江枫渔火对愁眠。哦，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对，我给你另外例子啊。从这老法的读诗人读诗的诗声朗朗来，你是讲多个？月落的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是这个意思。哇，过去老先生教学生，学生都听进去了。大概就这么意思，对吧？那么我们平台老年人一听了，哎，读诗人这个诗声朗朗调调蛮好听的。如果搬到我们平台诗台上向唱，肯定也好的。是啊。那么我们这个老法的诗调了，就根据你读诗的诗声朗朗讲过来，很非常接近。好，我们听听看。哎，我根据刚才的诗调，我来变成我们平台的老调调啊。好。月落
我的双目天，家风雨后对水面，高手神为黑谁是一步终身打开手啊这样哇，像不像？太精彩了！哎，这个是我太美了。最近研究出来口技成功，外头不要讲，给大家老朋友。哦，这样啊。哦，这样一说，难怪我们听书人都爱读书。是那个市场里向听众们个个有文化的啊，原来如此。范林园这一段真的是不过瘾，我想大家都想听，不过时间有限。下面这回书该是下头这位是叫宋喀诗。哟呵，今天四部书啊，部部都有名堂嘛。有这个什么关子书，有介生寺，还有这个唱功书。接下来是宋刻书。宋刻诗你不是个内容宋刻啊，是各位是适合之后你听歌可以围住起来，叫宋刻诗。哦，也就是压台戏啊。不按宾客府里向的赖太太，听信谁意，欲望三心不规矩，大动儿顺方志不通改。这个媳妇们赖太太顶顶欢喜，也是欢喜嘛，也是恨。从该天说的北洋界的事，那西方人，我的归到空房间里。不把么子不理吃，让你突然无别死特老的，这个叫心亡邪日。不晓得这个邪日，不得王的个屋头叫彼得晓得着，要进去告诉自家的娘娘生日大娘，这位娘娘是何人？但是这个邪日就是觉得来睡觉在没把去，晓是晓得的。以往的搬弄是非各之人，三娘娘冤枉，又想举目有啥个办法呢？所以是要想个人出来，这个人呢，辈分要比赖太太长，而且赖太太要建立破格，那么可以举三娘娘。想来想去，明不是这样个人，该把这个赖太太立个辈分顶长。李福建白人破了，白人才见李破的。想到再远了，不过必得想出来一个人，啥人们？男儿金都娘娘，李达生日大娘，落日三娘了，结巴姊妹，出名的资料后，给到这个赖太太了，这次金都娘娘印子好，叫等我的男儿去背一个信门。金都娘娘带给他的花一后天嘛才是一种，但是今朝辰光挨着来不及，那么明早去不行嘛？至少一个实地来着。别的，天蒙蒙2岁起来着，身浪向换他新衣裳，上门一得男儿就金都娘娘去这样。开水门拉吹气，水门里向弄的花水，吹气里向弄10几个铜钿，做啥？因为天也刚刚亮了。做些门廊人呀门闸门多嘛，我还推头去配花水的。那么我就前门为最前门呢？哎哟，前门人多，前门来的音小，所以大路忙着前门跟随来，一开门，门廊来爸爸得起来着。喂，爸爸！哟，别的没做啊！哎呀，你那起个这个呢？你要翻一句话啊？可你前门开着哇？开嘛？哎。啥的？我去配的花水呀！哦，配花水。哎，天也刚刚亮了。上午眼睛呀！哦哟，他不急了给我。小娘子，我看看。哦哟，没个。哎，妹子啊。啊？跟你啥天不走前门了，要走后门呢？我欢喜。是温度几好？你非要打你东盘子，因为欢喜这2个字呢，本身属于大禹的满门了，不讲大地的。随便啥子觉得欢喜孩子，你来说，你说提矿热水不起来去大家暑假，我欢喜了，不办法，人家你去吃啊！我们打开，妹子，去吧。小娘娘，哎，做啥啦？我后门不关，你等你走来啊！为啥子喂？我关他们你哪听来？哎呀，我进来嘛就前门着呀。最前门啊？嘿，可啥天后门出来要前门进呀？哎呀，我欢喜。
哦，万一我忘记这个不许啊！去吧去吧去吧！小娘呀，那么别的眼眼睛睛实在能啊，金刚。喂，没来人啊，没来人啊！同一个时间，口正门的嘴亲了刚刚起来，听见有人来拉门，打过来一口门。哎呦，几千多啊！弄到啥人了？不按宾客户的往里个，别！这眼睛三个带腰部这个，别他们，别让我撑开。对眼，哎呀，哦哟，哎，今朝来到啥地方？今朝嘛，侬带你娘娘单独大娘娘来请酒的。哦，请我的。啥呢？那里想呀，告诉吧，别他妹子来着，起来再喝。我啥体怪这高知我再喝你？你说跑得动，女人来女人再喝。你说男的男的，女的女的，老婆发个菜的，欧剧发个强的，分得清清爽爽。这个追落日了，还是我的出身。哎呀，出来是有风度，打到我的一口门。哎呀，啥妹子啊！啥有不口气的呀？记得嘞。我进来是其实还是喊得来红光满面呢。哎呀，你把你转过来个呀！可是现在个手头难忙事，那么来喝我喝一道路喝进去个叫法，大概到底天津里面。妹子，等下我去禀你娘娘啊。为什么这位？最落是打上来嘛，禀娘娘，说不按宾客户的往里个屋头必然要举起来娘娘。金都娘娘一听嘛，哎，大娃子呀了，真有规矩。逢日过节，总归要朝屋头过来请酒的。说你他们都一样，大家事体都不过了，走不开。今朝初六大清了，怎么朝子屋头过来请酒子？我是个种人欢喜先忘记他的。那么是噻，最后噻，喊你进来哈子，哎，打出来了，妹子，喊你进去呀。小人呀，哎，媳妇啊，回出去。那么别的，衣裳整一整嘛，打到金都娘娘门前。哥哥，大娘娘来到上头，小屋里别的，把你大娘娘客地来请安。哦，别的罢了，起来与上。小大娘娘，你起来嘛，衣裳重新整一整。哥哥，大娘娘来到上头，小屋里带你娘娘，把你大娘娘请酒茶。不，金都娘娘，稍微身体抬一抬嘛，打一个怀里的高子，别的不该起来。小大娘娘，你起来边浪一来。金都娘娘做年头，你都懂规矩，我不能够不懂大体，还要问问身家的个儿子。如果他死了后问安了，蛮个别个，生父廊下男人一概不问，倒不人讲男人才是光，这么女人。别的，大娘娘，你家太夫人身体可好？哎呀，你来她的身体是蛮好，虽然年纪没大，越来越轻盈，真是为老后都当得上。那来唔记呀？跟那一样当嘛，啥体不当狮子，不要当老虎呢？是啦，听起是刚刚这个叫啥？你家大娘娘身体可好？大娘娘身体是蛮好，就让你头要不长起，有啥什么方法关怀起来这个？哎，别人唔说。但是个，大娃子要算是个点苦难，男人不长气，发关怀起。不过阿姐啊，我不想了，还是难了。到为个不长气的男人来到那睡觉旁边，我呢，男人乖乖我出去子不走来的，我与之关怀起唔是发了海晓得了。那么这大地门特子大房里嘛，要么泥房里的了。金都娘娘到泥房里不对的，那个来上里这样掉脱，不多一跳跳到山房里。三娘，继儿金宝身体可好？哎呀，金宝姑先生呀，到今朝么时辰1801年，天气嘛热，出水出家，好不像的嘞！三公金金高里个金金，热出来老颜色个呀！那对，小伯伯顶好不像嘛，就是热天出水出家可有劲的。不对哇，我们两个人得了，
三娘继而金本，只为得金本，三娘娘不知难为。三娘身体口寒，还是你们三娘娘，三娘娘是福海呀！内大玉璧，平时不啥，节目也是用来夸赞。这个啥个话讲？据若真呀！董娘娘，董娘娘，这些屋里干兵嘛？嘿，家。包菜，一提金巴鸡是药来汤。说你知道吗？端午节，来他到贵在顺芳在花园里向采包菜的，一提金巴鸡山上要喝药，这个是苏州人的风俗。包菜汤包仙女花枝药呢，一年四季不上超级的。不晓得你采嘛，采这是花样进来的。那么李先夫去鲁王娘娘不是要呼吁仪式来啷个？预备干不了太太出来的辰光碰着一个人呀，哪几个？白龙女见欧美香，把那泥房里的巫女叫红云。哎呀，去后啊！泥房里想实不是好么子，后来怎样？红云偏身法八九分八九门，搿只警察不里抢得起的呀！抢到泥房里被二娘娘一看嘛，二娘娘认得个是三娘娘的水手啊！哎呦，那都不得了在，搿个体育两高头三个肩上子一块银，一打一打，一去一场，来套套门前去夹去日子。太太大地一不追，是三娘娘们3年过上不思岁节，我今朝世人不下身法，十里多两高头知不通改呀！是，开始。这个谁是吃来和脾气？听不下去的规则来定，你马上定啊！不是想再要讲下去嘛，咋马上一记耳光？个泥房里个纸是大家一个子，所以我以前天地切过耳光的。那，搿老乡一老一样的，啊，要弄泡他2记的。再一想。讲娘不人讲，觉得听的人不相信，不是体，来他不知难为。你相亲上了，要规则你讲下去，规则你讲下去，你马上讲，你妹子了咋也要上来个？别的，董娘娘，老太太口心非。哟，来他不相信嘛，也不搿种事体的呀。已不行，怎为多阳都因此最勇往？本来你来套套一点点不相信的，但是雨水里大概多吃这2杯人王酒嘛，不知道会得相信的。别个你套套不就是讲相信的？为着三娘娘为慎防来问的呀。同分是口里是谁上前？问三娘娘们，三娘娘说，先姑娘出去的辰光，一只凤头金叉打出去的。先姑娘死在长江里，么金叉在长江里。那么问顺芳们，顺芳说，刚刚花园里谁上的？那么两高头闲话，怕不弄头子呀？分明一女。发不无害，在那个辰光，二娘娘在那边浪向讲这一句，我们真正双赢这个是花有正统杨子江。这上江里进出嘛，哪弄带你花园里来了？哦，你花园通上江的，这个一来嘛，来太太无人
以相信。怎样发落？你来他的后着后的嘞，为在圣方们举在西厅了，谁要个手台门前，等到头要你要煮了一顿杯子要努力我看啥个？那么这桩事体不是我的小子打大娘娘一讲嘛，大娘娘规则我不里十几两银子放你大嘴呀。圣方带我他方去娘里安，圣方已经醉他在。对你妈妈盛放大嘴不大嘴，但我不打讲，我不打你就包子妹。再要紧我个三妹子不知道还三娘必怎样？三娘娘是福临在，现在三娘也私人房。来到的规则三娘娘情房昔日，说你知道讨厌当地进个房，但今在讨厌当地一句是夸子，汤水分针一多，细碎了眼睛门前。大娘娘，你不记事，不应记着呀。哎，哦，金都娘娘听我们，西面貌是小宝眼睛对自家胸挺，20岁加满头浪向一打门，又一领背了泥巴，砰，举起起来。来说得这样细个嘞，金都娘娘有泥巴个，咋口子哪咋发呢？后头开个洞洞啊！其实们哪里地草二个人想出来，此来后本身金都娘娘，然后对你来中国皇帝，因为然后对浪向有个王字个了，所以皇帝。然后个喉咙看正门个嘴唇一语一答，然后个屁股看后门个精心，然后个四大家子你娘娘身不比四个窝队，松金后火杀雷拉妹。然后泥巴们不是别人我往放来，嘛不对哇，放来么难为得10个年，离到2高头来，谁有些怪动作的？金东娘娘听我起来，不要西面嘛是些把眼睛对自家胸听，放来听不进来，搿只水不要错了腰里，送你娘娘为师三公来后你不是讲一时。刚刚个三姑嘛，我忘记的是个三姑来后你不？金都娘娘听我，各位当了的，不要起嘴。张日听，却惊慌。明明耳闻起无所勾山，我想三妹也能影响到，他们能激励你大感染两泪。我不惧是与谁能惧？我不惧啥人惧？马上去！妹妹姐，我现在慢慢是把得圣父浪向盘头来太太了，来太太觉得才对我一句闲话了，我是要敷衍回答。魏千金啊，你真心。姓金，那么挨着你姓啥？来，他们姓啥不晓得啊？姓孙。那么你身家这个事体，要来姓金的多过还是的啥年？我要哑口无言。上一道，清官再怕人家上。也是上与人啊并肩，一人难以约张良。要想句不办法，哪弄法呢？
是个，当我军师商量看。这个京都娘娘为军师的呢，军师嘛不是别人，就是方来。这方来叫不印名片啊，印起名片来是眼头多了。女中部、女张王、军师、倭王，为来后一步吃个。为购方来东山一哟，方来巨谋，叫我真身大举神山娘，小举三娘口语妙策，越举三娘容易呀容易。这的军事遇到的。你都要问住容易啊容易，那么你都是个方来是的太聪明的，几个两三的机场嘛，跟我们手擦他说半年的，个你那你都要问住的，其实是车子的一国的大不是个，别的我都讲不京都娘娘听的辰光了，旁边的方来才听见了很。晓得娘娘不要去，想不出办法，一定要当我商量。所以一边听一边动脑筋想办法。等到你娘娘龙江门里面的办法已经想好了，我京东娘娘做你的容易啊，我都要听听看。上来，巨谋，真身容易，巨谋啊！一听嘛，这个办法好，好的不能够再好，好的难以，一句分唱出来，还是分唱出来四句啊。基础之中生基础，所以基础当中位于基础，己方方里与己方嘛，三个方里位于方了。谁吃一半，谁吃一样嘛，就是这样那这样都三娘苦句三娘嘛，还是一句分唱出来。你都毛鬼子给他不是，因为方来这个四句呢，就是留下来京都娘娘的圣父郎向旁头来讨了抢救三娘所做的事体。假使我现在辰光详细唱一遍，那么留下来京都娘娘的圣父郎向再做一遍呢，就显得重复着日子。内行讲起来嘛，叫测狼尾，也叫大王妹。我顶狠的，我个是输了，清清爽爽，啪一遍过门翻第一遍，不相信都听。这个设置一遍嘛，再来一遍了。内行讲起来叫测狼尾，也叫大王妹了。我顶狠的，我个是输了，欢喜啪一遍过门翻第一遍。这个设置一遍嘛，再来一遍了。你想说倒闭是他怎么样？今朝帐篷都分清清爽呀的，哪里外中规啪一闭过门，人都有那边趴着，错不多。京都娘娘得心之为当了的抢救三娘，下堂语气为下来听众为办，讲讲。谢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今天我们的新剧戏剧广播会到这就结束了。大家我们各位老听众，谢谢。